需要物件就能够做事。那但是在 Java 里面就不一样，我们 Java 是物件导向，物件导向这些并不能够单独存在，这些东西一定要存在物件上面，存在东西上面。然后这个东西呢，它具备有这些名词、属性、方法、事件，然后有东西才能去用这些方法，用这些事件。这个就是物件导向程式设计的最重要的观念。而你要产生物件之前很重要，因为我上次忽略到这件事情。那大家记得前一段时间大家用的那一套系统的要求要做工作，这个时候你就会系统就会又把这个输出流重导到这一个人去，第二个人去。但是第一个工作还在做啊，所以他要输出的时候，他本地席要输出到这里，他就会透过这个教育的输出去，以此类推。所以这个输出流就变成在那边切来切去，那到时候你看到的屏幕就会乱掉。我抓到原因之后，就要同时产生60个执行序，同时来对应。那所以你们都感觉自己在工作，事实上主机是同时在做50个工作，因为50个人上。那问题就在，当我主机有话要跟你说的时候，我就要透过输出去写。那我原先的输出很简单，我就是透过输出重导，也就是说，我就根据哪一个人来的，我就把我的输出就重导到你那一台去。那可是问题就出在，你要求一个工作开始，我会重导到你那里去，然后接下来我做这些事情我要跟你讲什么，我都会透过这个重导就把讯息给你。可是我如果做到一半，忽然之间第二个人也要求要做工作，这个时候你就会系统就会又把这个输出流就重导到这一个人去，第二个人去。但是第一个工作还在做啊，所以他要输出的时候，他本地席要输出到这里，他就会透过这个教育的输出去，以此类推。所以这个输出流就变成在那边切来切去，那到时候你就看到这屏幕就会乱掉。我抓到原因之后，就第一个想法就那很简单，怎么解决？我就每一个人给你一个输出就好。所以我就想到我从 system 的 out， 那就 out 点 out， 一个人想要给你，所以我就想要，这意思就是我要产生很多个 system 出来，但是我一直失败。后来回去看手册才发现，这个不能一直的，也就是说，你整个系统只能有一个 system， 就这样大家共用。那当然这个就不能这样处理，所以当然我后来把整个程式码重新关于这一段改写掉，你现在大概都不会有这种发生。那改写的方法那个就不用讲但这个观念是要跟大家讲一下这个是 system。那另外我们有一个 system 点印这是什么东西？这个点印呢，它是从 input stream 去 extend 出来的。也就是说这个印这个东西是从输入流延伸出来。什么是输入流呢？输入流是一个抽象的类比，它是所有的输入流是位元输入流的 super class。什么叫抽象类比？就好像我刚刚讲的动物就是抽象类比，狗就是一个实际的类比。那我们很常做的事情就是，我可以从抽象类别去继承下来，把抽象类别所有的方法所有的这一个栏位所有的 field， 所有的 method 继承下来。比方说，我可以规定动物动物就是有哪些特性，有哪些基本方法，然后我从那个地方 extend 出来从那个地方去继承下来，去延伸出来，这样就好。那我就不用每次设计一个狗都要从头设计起，我就从动物继承，然后看它多了些什么，再加进去或者原来动物里面有哪些方法，我必须做修改，就修改一下。那这个就是 extend 的观念。那为什么讲它是abstract 就意思就是说，这个 input stream 它是一个抽象，
你不能产生一个 input stream 啊，你一定要从它继承，然后再从它继承东西产生啊。那这个 in 呢，它是代表标准输入的 stream 啊。那这个 stream 呢是要假设它已经是打开的，而且能够去 supply 这一个 input 的 data， 它能够把资料给勾引出来啊。一般来说啦，这个 stream 呢，它相当于就是键盘输入啊，或者我们也可以是其他东西的啊。当然也可能像是一个档案，我们从早就可以做档案的输入，啊，或者是说你可以透过网路线，啊，就从网路来进。那这当然也是沙笔的也可以摆到这个 input stream 里面，你就可以让它变成输入。好，看下一页。那我们介绍那个 input stream reader 啊。我再解释一下什么是 stream 的观念啊。那个 backstream 啊 ，backstream 就是位元串，我中文这样翻译，叫串。他的想法是这样啊，今天两个设备之间如果要去沟通，那他们可以去建构一条抽象的串流。那这种串流它把它分两类，一种叫 input stream， 一个叫 output stream。就是说，一个是这个串流是专门在输入，一个串流是专门在输出的。你可以把它想象，它就像好像河流一样，或者像电线里面的电流一样。那你把两个设备一接，那这两个之间就可以流通了啊。我知道你们现阶段在讲这个太抽象的时候，同学会听不懂。不过你会慢慢去思考，因为人在学东西，我以前讲过，都从具体而抽象。也就是说，你会发现物理学比较容易学啊，物理学的力学比较容易学，电学比较不容易学。为什么？因为如果我告诉你说这边有一条河流，流速有多大，然后那个水的密度有多大，我给你多少时间，我告诉你我会接到多少水。那你大概这种东西，大部分的同学一看就会懂。为什么？因为他可以眼睛看到那个河流，所以他很具体，一想就懂。可是我要告诉你说，电学，我告诉你说，它有一条电线，它里面有电子，它这个电子会流动，它流动的速度有多快然后呢，我告诉你呢，电荷的密度有多少电流大小就是电荷密度，单位时间电荷密度有多少，然后我告诉你电流有多大。然后我告诉你说，那请问你多少时间之后有多少电荷会跑过来？很多同学就搞不懂，为什么搞不懂？因为你把电线打开来，你永远看不到有一个电子在上面跑，那完全是抽象完全是抽象。那你们做学问的过程是要具体而抽象，也就是说，你不能在眼睛看到为止你不能说眼睛看到才算数，一定要眼睛看不到。你还能够说它就是那样，虽然你眼睛看不到。那如果有人做实验，真的能够看到电线里面的电子，他一定会跟我讲的一样。所以你从来没有看过电子大电跑。那资料流这个观念，事实上完全都是同样的观念它就是两边建立起来，然后位元它就会流过来，就是资料会流过来，这个更抽象。当然有很多同学会搞不懂不过还好吧，就是慢慢去学应该班上会有1/3是懂的，1/3是有点懂的，1/3完全不知道在讲什么，这个是很正常。但是你要尽量去想如果不懂，你就多花点时间再去思考，就把它比拟成河流，你就会具体化。多去想通了之后，偶然就抽象题，多看就懂。那我刚刚讲，他的想法是两个机器之间，我就建立一个流。那这个流这个流动它一定是单向的，对不对？河流，你能够看到一个河流，它可以双向流，大概不会有。能不能找到一个电流是双向流？电流是从一个点流到第二个点去，能量是从一个地方从高的，它一定有高电位、低电位，然后它才会流过来。水流它的流动一定有高水位、低水位才会流过来。资料流一定有高资料位、低资料位流过来，同样道理。所以我们在资料流就会认为送资料的人是一个高的资料流，我这边呢需要资料的人就是一个低水位的低位一个资料。
的一个位置。那但是我们需要双向，那怎么办？那就很简单，叫建立两条。好，所以它会有那一个 input stream， 还有一个 output stream， 会有两条。那两个设备之间一般会建立两个 stream， 然后就会互相来送东西。那这个观念当然是很好，但是两个人交换资料这不是唯一的方式啊，这只是其中的人家想到的方法。我们两个建个 stream 出来，我就可以把你的资料送过来。那当然还有其他方法，比方说人跟 SS 的话，就可以说反正你那边就建个位置，你把资料摆在某个地方，某一个位置然后我要到哪一个位置，我就到你那边去拿，这样就好。这是建立资料流的问题。那也有人会想说，我是不是把 random access 加上资料流，就输入的资料流，然后去做起，这有很多想法。但它上面会有个抽象概念在那里说，我怎么样把这个资料流建起来？那资料流在 input stream 的话，这个资料流基本上它里面流的资料是叫做位元byte，那一个位元组的一个位元组到底是位元组不是位元，只有 byte。那一个位元组就是8个位元，那就是2的8次方就是256种不同的形式，就是它可以表示的那个资料量是256资料量，就是说它最多就是0到25就对了。那这个东西是什么呢？他们又设计了一个物件叫做 input stream reader 这个 input stream reader 是一个 bridge， 这个 bridge 是干什么？它可以把 byte stream 把它转成 character stream， 也就是你今天给我的是一个位元流，那可能是一些01010101的位元流，那它把这个位元流就把它转成文字。我再修正一次，我刚搞混掉了刚刚的那个 input stream 是一个byte stream， 也没错，合并的是byte stream对了，byte stream 就是它一进来就是一个8 bit， 然后过来8 bit 过来8 bit 过来。那我为什么要把这个讲清楚资讯工程的一般会用 byte， 电子工程他们一般用 bit。今天是设计晶片的，他们的流会属于 bit stream。因为在学电子的人，他们眼中看的世界都只有01010101而已，所以他们建立的这个流一般就是0101在流。等你0101流到我这里来之后，我对这些讯号再去做处理。那资讯的人，他们一般就是用byte就是他把它切成8个一个单元，8个一个单元，把这01018个排在一起，8个排在一起，然后送过来。他每次一送过来就是8个bit，那我们就是那叫byte stream。但是byte stream它就是一堆号码，你想看就是一堆号码，这些号码就是介于0到25之间，然后它一次就会收到一个，是循序因为水流你不能够流到这里来的时候，你跟他讲说我要取那一个，取后面的水来不行嘛。这两段一接一定是他那边按照顺序1、2、3送过来，这边已经收到一定是1、2、3嘛，对不对？你那边送过来1、2、3，我这边不会收到变3、2、1嘛，不会这样。那你要变成3、2、1，你自己这一边要做一些处理你可把1、2、3推到堆叠，再从堆叠弹出来，它就变3、2、1了那正常这个事情，它就是你进来怎样我就怎样。那还有一些同学问说，他真的我们那个电脑真的那么乖吗？真的会送过去？我这边1、2、3这边真的是1、2、3嘛？那这个对写程式不用管。去写这个input stream的人，他自己要想办法。虽然你这个送的时候也许顺序乱掉了，但是他就要确保我收到的时候一定要顺序一样。所以你就不用去管它，你就假设你用这个东西，就假设它过来的东西一定是排得很好对，有些同学在写这个程式会讲说，老师他乱掉怎么办？那就没有人照做他就是不会乱掉。为什么不会乱掉？因为人家就是规定这个东西就可以再乱掉，那就是水平一样好，那这个为什么byte stream比较不好？因为byte stream它都是一些号码而已，都是一些数字而已，一些 number 一些 number 而已。那我怎么样把它转成 character， 就是字母就是 A B C D 或者中文字这个叫做 character， 那我们就可以把它转。那这个东西就专门在做这件事情把 byte 转成 character。那有同学问说，那我为什么不直接传 byte 就好？为什么要直接传 character 的？为什么要传 byte？ 原因就在这里这个还有一个很大的弹性，就是说你在转怎么转？你今天是阿拉伯国家，你转出来是长什么样？你在英文，
在我们台湾你转出来是怎么样，在美国转出来是怎么样？好，那它会根据一个掐线去转。所以原则上这一个东西它可以根据你的掐线，你可以去指定你的掐线的是什么，然后它就会转成的那个 character 就会不一样所以它会根据掐线去转，这个转错的就会造成一种结果了你们有没有去收过一些信，然后进来就一大堆乱然后你要去改变语系，改成中文，它就会正确，对不对？那就是这一段它设的掐线，那个掐线的那个电脑不判基本上我们一般写程式用 default 的话就是说，如果你不讲，那就用电脑内定那有些人会在上面声明说我的掐线的就是一定要用什么。那这个时候如果他是北欧、西欧国家或北欧国家的，那有时候他的掐线跟我们台湾的掐线不一样，就看到一大堆乱。那一般软体都还会供应你说没有关系，你虽然得到是乱，那你可以临时跟他改变，说我用另外一个掐线去跟他转。那这个时候中文就会回来所以这问题是出来这个地方。所以这两个观念也很重要就是说后面的资料都一样，都是 byte， 但是你的掐线的不同，你转出来你眼睛看到都是很多不一样的东西来，再介绍另外一个观念叫做 buffer reader。buffer 的 reader， 什么叫 buffer reader？ 我们刚刚讲那个机制已经两个阶段了，一个阶段是我们两个建一个 string 起来那这个 string 呢就确保说你可以把你的资料以一个位元一个位元这样传给我，一个位元组一个位元组这样传给我，一个 byte 一个 byte 这样传给我。然后我要的资料要更进一步，因为我读到不只要 byte， 我需要把我翻译成我认得到的字，对不对？那因此我就多了一个东西叫做 input string reader。所以它的方法就是先把你的 byte string 送过来的那个资料流丢给他，然后它出来的也是资料流，不过这个资料流就变成是 character 的资料。但是在这里会有一个缺点就出来，因为它是一个理想状态。理想状态就是说，对方努力的在送，我也努力的在收。我什么事情都不做，就是努力在收资料；而你什么事情都不做，都是努力在收资料。你丢一个我就收一个，我收一个你就丢一个。那当然，这个世界就很完美永远就保持一个很畅通、很快的速度在做。可是事实往往都不是这样子为什么呢？因为我收资料的人收了资料，往往要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那这个时候，你如果继续送，我就没时间来收你，那这个水就会流走，流到旁边就流掉就水桶不能永远放在那里我可能要把收到的资料拿去旁边倒起来，要去做事情。在我倒水的这段时间，这个水就会流走了，我就没收到了。那怎么办？最笨的方法就很简单我要去倒水桶之前，我先告诉你一下，我要去倒了你不要再送了，对就停住OK， 这是一种情况。第二种情况是，他对我一直在那边接水，可是对方却没东西可以送，他也在忙结果没东西可以送。那这个时候，如果我就只有痴的在那个地方等那都不去做其他事情，我就痴在拿着水桶在那边等。那如果对方死掉了，那我不是就跟着死在那里？所以这个问题就延伸了，怎么解决？也就是说，你会发现两边传递的速度会变成是受限在，只要有一方停下，那整个流动就要停下，对不对？只要送方跟收方只要一个停下，那整个就要停下。那怎么解决这个问题？最简单的方法就是 buffer。buffer 的观念就是弄个仓库在哪，也就是如果用水来讲，就是建个水库就对了。这个就很简单我不要把河流直接弄断，我建个水库那你水流呢就流到水库里面了。假设水位太多的时候，就是说我这个流出去的没那么多，你流进来那么多，那怎么办？那我就用水库把它存，水位就一直增加那我要是随时要取的时候，这个时候已经没有水了，枯水期了，你不再送资料给我了，那我还要用资料怎么办？没有关系，水库里面还有水，我就继续去取那这个 buffer 的动作
会使得我送的人可以一直送，取的人可以一直取，只要有资料在，这样效能会不会比较高？搞懂了吗？8个的观念是不是懂？怎么实做不管啊？你是把这个 idea 搞懂会比较好一点啊。你看听得懂吗？我要解释过，你能不能听得懂？我相信你们听不懂的表情，我就很难看出来。每一个人都是很木讷的。不要讲怎么实做了，实做只要一行而已啦，是后面的观念比较重要。为什么要这个东西比较重要？它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说，我从字源输入流里面把文字读进来，然后把它做 buffering 的动作哈。buffering 这一个字母哈，那干什么呢？这个时候会提供一个比较有效率的读取啊，不管是字源的读取、正面的读取或者行的读取，都会变得很有效率。电脑是要有讲有效率的，一定要有效率的，不然的话，你要是没有这个 buffer 的话啊，那两边很快就会卡死掉。啊，那个可能他们做过实验，可能会差到甚至几万倍以上的效果。那另外有没有听过一个名字叫 cache？ 是老是现金啊。你们有没有在讲说你们去买那个 CPU 的时候，看什么 cache 1、cache 2、cache 啊，坏取啊，记忆体坏取。这我就忽然想到，我们那个学测通过了，考完，我们学长这2天一天到晚在跑来找我。为什么？因为他们准备要推荐，要那个申请学校，申请清大资讯公司，然后研导来问，然后我很想跟他讲说，这些好像高一我都教过了，你们好像都没有在听的样子，这些常识好像都不知道，现在去看那些资料都看不懂这样子。所以高一还是好好学的，因为你不知道你。我想这边大家没有同学可以确定，你3年后、2年后绝对不会跟资讯有关的。你要到那个时候在那边，他来讲，我跟他讲说你也不用再搞了。他剩下不到几个月的时间，他说老师我要把程式写好。我说以前1年都写不好了，现在短短的3个月你要把程式给写好。有老师天天每个礼拜在教都写不好了，你想要自己看书就把它写好。那我说你不要浪费时间了，你应该。多去看点资料啊，看点书，然后观念不懂来稍微问一下，那程式就不要再考。祈祷你的对手都不会写资料。不过这个祈祷越来越没有效了，为什么？因为你的对手绝大部分的其他高中大概都会写程式，啊，是程度高低而已，都会型学校。但是那种一流大学的对手，大部分都来自都会型学校啊，那种台清交的，他们大概1半以上的学生都来自那种大公司啊。我们这个乡下学校要拼赢他们啊，再推荐真的越来越难，因为观念上的不同啊。等一下我再讲这件事。这个观念懂不懂？跟 cache 有什么不同 ？cache 叫快取，快取是什么？因为硬碟存取速度会很慢。啊，比方说像这个东西，从键盘读资料或者从网络读资料，绝对没有从记忆体来的快。那我们现在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说，如果有一份资料，我在硬碟里面读，我假设从硬碟读出来，从档案读出来，那我就刚刚明明才读过而已，它就是从硬碟的某一个词区、某一个词轨读出来的资料，然后我也确定在这一段时间里面都没有人去写过，也就是说硬碟的资料实际上是没有改，我有办法确定的，什么办法也不用管啊。我有办法去知道没有人去写过，也就是说它资料没有改变过。那我又要用到那一个资料，那这个时候我真的每次都要到硬碟去读吗？不用嘛，那怎么办？所以就用一个 cache 把它快取把它装起来，也就我用一个 cache memory，cache 然后去把我最近读到的资料就放在里面。当然有一些策略会告诉你要放哪些资料比较好，因为根据研究哪些东西放进去比较好，那它就很快可以读取。所以你们家的电脑快跟慢，你说啊我们都同样买
买那个速度2.4G 的啊，或者都买3.6G 的，速度都一样啊。为什么他买的那一个记忆体，买的那个 CPU， 一个要8000块，为什么我买这个只有4000块，一半价钱？为什么？那差别就在 K 数，他的电脑可能有2层 K 数、3层 K 数，你的电脑可能只有1层 K 数而已。所以电脑跑的是一样快，但是因为它有那些快取的虚很快，让它很有效率，所以它的电脑效能可能是你的2倍到3倍，啊，在跑某些软体的时候是2、3倍，并不是电脑跑得快，而是 K 取的功能，快取在那个地方很快的做。一个常常考的问题，老师最喜欢考学生去问，去参加interview如果是自贡的，那你们臭屁一堆哈，他说什么什么讲，然后教授就觉得，你是在跟他讲有关于 Cache 的观念，他就问你是说，他 buffer 你知不知道？知道 ，buffer 你知道，那 Cache 你知不知道？知道。请问这2个差别在哪里？很多人答不出来。啊，回去想想哪边。好，去想。Cache buffer 越大越好，对不对？
是真的，你才能够拿去买东西啊。这个是比较可怜的事情，因为满街都是大学生嘛哈，还不可怕，来都是满街都是硕士生，满街都是硕士啊哈。我们最近要找一个高中毕业的干事啊，就是我们那个坐在那个柜台帮人家盖章哈，就是最低阶的办事人员，我们只要高中毕业就好。以往就是高中毕业，我们看出去要高中毕业，结果收到的通通是大学毕业的，没有半个高中的，通通是大学毕业，还有20%是硕士。他们要来做1个月18000块钱到24000块钱的薪水，有硕士哦。我问他说你愿意待这个工作吗？愿意啊 ，Why not？ 反正他那个硕士拿去找工作也找不到，他拿他的大学去找工作也找不到，因为满街都是大学的，那他怎么去跟人家证明他是更好的？他是真的是属于原来的那个大学毕业生。你如果像我跟赵老师这个年代哈，只要大学文凭拿出来啊，那大概要当老师绝对没问题的啊。在我这个还比较老一点的啊，出来那时候公立学校还非常容易就进去。你要招考，比方说要招考2位老师，那你可能就只有3个去考，一个可能还是要准备出国留学这样。所以这个年代哈，这个钱掉太多，其实不是好事的哈。我这个提的比较远，讲专家讲到那里去了，我有感而发，因为我刚听收音机听到90%，我吓了一跳。那以后要不考上大学真的很难啊。以后应该是要对那些没有考上的同学颁予奖状啊！你太厉害了，大学博课点啊，真是人才啊！这么标你都还能够标到没考上，真的太厉害了。专家系统，我为什么讲专家系统？要训练一个医师，训练一个教师，训练一个律师，那要很长的时间啊！比方说训练一个医生来讲，你除了国中、高中、大学以外，你还要再花7年的时间，在大学里面出来还要当实习医生，从最基层慢慢做到你能够主治，就是说让你单独的去帮人家看病，自己出来开医院，那个没有到30岁、40岁，很难啊。然后变成一个名医，那可能要40、50岁了，可是那个时候又准备要退休了嘛，50、60岁准备要退休了，老医生啊，准备要退休了，脑袋里面很有经验。是一个专家中的专家了，可是他却要退休了。问题是，他退休之后，他能不能把他的知识传给他儿子？他财产可以传给儿子，可他的脑袋里面的东西可不可以来？你下来，我给你武功灌顶啊，灌了，然后我得退休，然后你就有我的头脑了，不行啊，还是得从头训练啊。那这个造成人类的进步一定是很慢啊，它的推进很慢。所以你们这边。我说知识什么东西都可以，你爸妈都可以帮你做了，就你脑袋里面的东西没办法，那就是你得要一步一步来，从最基础的，你就每一个人都是要受过一定的教育训练，高中完，然后大学几年，研究所几年，就是要这么长的训练，然后外面历练几年，你才能变成专家，律师、教师这些专门职业都是哈，这个叫做专家。那人工智慧就在这里了哈，它可以在这里发挥很大作用，就是说我能不能做一个专家系统？让他变得好像一个老医生一样，变成一个老的教师，很有经验的教师一样。然后以后你就可以透过他，你就老师的经验就可以被传递下，或者医生的经验被传递下。各位知道，现在电视上一直打一个广告哈，叫做什么？数位学习阶梯学院有没有？他在讲一个住在澎湖还是马祖，还是金门的，结果考上建中的。那都住他们乡下的学校，那边也没有有名的老师，你怎么考上的？他说我天天上网去学习，哇，那个上网学习的那一套系统就是一个专家系统，它里面就是把好的老师的教学经验交给了那个电脑，因此那个电脑它就好像一个老师一样，所以这个部分目前已经发展得非常好啊，并不是教师系统特别好做哈，不是说教师的专业比较不专业啦，而是因为。做这种系统的人，大部分都是老师啊，也就是说，做这种教师的专家系统的人啊，大部分都在大学里面教书，那甚至有些像那个师范体系的，那他们就有些科系专门在做这种教学系统的专家系统，所以这一方面发展的比较快。那医师的系统也有一些医生在做，所以你看我们读资讯工程的哈，我们那个博士班里面哈，
像交大的资讯工程的那个博士生哈，大概有一半是医生，也就是说他原先是读医的，然后他到最后他就发现说，我今天要做，比方说做核磁共振，专门在做骨科的。那当他研究核磁共振，最后他会发现说，我必须用电脑去处理。那他后来博士学位就去念资讯工程，所以这一个部分啊，大概医学方面也会发展慢慢很快啊，就是专家系统 AI 这个领域的啊，慢慢也会开始发展。那你可以想象以后它会变得比较完整一点了哈。那老师做的东西哈，比较跟这些东西事实上也都有关系的。不过我比较不是做专家系统，我一直想要做一个学习系统，就是做一个学生系统。我倒不是想说我怎么去教书这个经验哈，告诉电脑，而是怎么样做学生这个经验，我想要教给电脑，我想要做这一块哈，因为我会想说，我在这边教书啊，像我在高中教那么久，我就有一个感觉哈，我说这么简单的东西，比方说我在教物理，说我这么简单的东西，我怎么教一教，班上还是有那么多人听不懂，原因在哪里？到底是什么原因使得你们听不懂？到底是不够用心，还是各个方面啊很多？但是电脑可以排除那些嘛。那所以我就想说，我如果摆一颗石头在前面，我讲的石头就是电脑啊，摆一颗石头在前面，然后我也让他跟你们一样上课，那他是不是可以脑袋里面的知识就会增长？那你们的脑袋里面知识的增长的模型，我当然要找出来哈，就是你的知识是怎么建构的。那现在研究有一个东西叫 ontology 啊哈，叫做那个 ontology 叫做本体论啊哈，叫做本体论。那根据那个本体论哈，人类是用那个方式去建构它的知识的。那我们如果把本体论交给电脑，那我是不是在这边教一教，然后在那个石头里面的 ontology 就会成长？那这个代表的什么意思呢？我意味就是说，你的电脑它可以自己成长、自己长知识了。我们现在的专家系统基本上都是有一个资料库，这个资料库里面的 facts 跟 rules 哈，是由人教给他的，就是由专家。